大家好，今次想講卷二 MC 保底攻略。卷二總共有45題 MC，其中甲部1至30題係基礎部分，乙部31至45題係非基礎部分。大家可以睇到歷屆二部嘅答案 A、B、C、D 嘅分佈都係4、4、4、3。如果閣下嘅數學能力較弱，目標只係想攞2級，合格就滿足，可以主力操練3個課題嘅題目。若有15題中有3題肯定正確嘅話呢，假設該3題嘅答案分別係 A、B、D， 請閣下將二部其餘12題目嘅答案全部選 C， 咁閣下就可以答對6至7題，因為 A、B、D 出現一次嘅。其餘12題中有3至4題係 C， 建議各位主力操練以下3個課題：以排列組合計算數目，以排列組合計算概率，統計標準分。如果閣下嘅數學能力較普通，目標係想攞3級或4級，可以主力操練7個課題嘅題目。若有15題中有7題肯定正確嘅話，假設該7題嘅答案分別係2個 A、1個 B、2個 C 及2個 D， 請閣下將頁部其餘8題目嘅答案全部選 B， 咁閣下就可以答對10至11題啦。建議各位主力操練以下7個課題，分別係進制嘅轉換、HCF、LCM、圓嘅性質、解三角方程、以排列組合計算數目、以排列組合計算概率、統計標準分。希望幫到大家。